蘋果今次真係俾人起晒底啦！大家有冇聽到呢件事呢？蘋果連發佈會都仲未開使到深圳華強北已經攞到 iPhone 18 Pro、Pro Max 嘅設計圖同埋所有嘅資料，已經公開於眾。由以前嘅估下變成而家嘅開卷考試，成個華強北嘅從業員呢都即刻沸騰晒。呢件事究竟係點樣回事嘅呢？我哋嚟講下事情嘅起因。蘋果印度代工廠塔塔電子上個月遭到黑客組織 WallLeaks 入侵。iPhone 18 Pro、Pro Max 嘅主機板設計圖直接流入暗網，大量內部文件被調到咗暗網，相關文件迅速喺深圳華強北瘋傳。一句華強北提前開蘋果發佈會，瞬間就衝上咗熱搜，網民即刻笑到碌地。蘋果發佈會改到深圳華強北舉辦啦。以前蘋果發佈前，華強北頂多能夠靠外觀圖猜個大概，呢一次唔一樣，芯片原理書、規格圖、供應鏈信息全部裸奔。從業20年嘅資深賣家阿成直言，呢個係佢從業20幾年嚟遇到蘋果手機最大嘅泄密事件。仲有網友開玩笑話，今年蘋果秋季發佈會，華強北提前3個月彩排。仲有網友更加搞笑話，呢下迎嚟開卷考試啦，好多賣家興奮得好似提前攞到標準嘅答案咁樣，但係自己砌部 iPhone 18根本係冇可能嘅。唔好急住幻想華強北連夜整部真嘅 iPhone 啦。財經調查之後呢，潑咗盆冷水，多位嘅資深買家同專家一致認為絕冇可能。理由係好實在嘅，華強北零件再全，亦攞唔到蘋果最核心嘅自然芯片，更冇 iOS 系統，外殼可以仿，但係靈魂就仿唔到噶啦。所以就算資料再完整，最後能夠做出嚟嘅大概率仲係大家熟悉嘅嗰一套。外觀上睇嚟呢，就好似 iPhone 18，打開一睇卻係安卓。講到底就係蘋果面，安卓嘅心，賣個1-2千人民幣喺地下市場流通一下，下啲唔識嘅人仲可以，同真正嘅 iPhone 仲係差咗10萬8千里啊！其實蘋果仍唔係第一次洩漏嘅，但係呢一次影響真嘅好大。據路透社上個月26號披露，呢起事件嘅源頭係蘋果最重要嘅印度供應商塔塔電子，被勒索軟件組織 WallLeaks 喺暗網曝光超20萬份嘅文件，其中不僅有蘋果同特斯拉嘅元件設計，仲牽出至少16個據稱嚟自台積電嘅文件同埋資料夾，以及23個高通資料夾，兩家都係生產 iPhone 零組件嘅關鍵供應商。一場供應鏈嘅地震，波及嘅遠遠唔止蘋果一家。阿波羅網評論員黃督賢點評話，呢起事件表面係蘋果供應鏈嘅安全漏洞，實際折射出一個更深嘅現實。中國製造業早已經練就逆向拆解嘅極致本領，卻始終跨唔過原創芯片嘅呢一道難關。華強北能仿其形，卻做唔出其靈魂，呢個正係中國科技崛起最真實嘅寫照。就算山寨再快，都快唔過俾人卡住嘅命脈嗰一下。呢個就係呢一次洩露嘅事件最值得思考嘅一點係，山寨可以好快，但係原創係冇捷徑嘅。深圳真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！真係搞起自殘式嘅閉關鎖國。深圳理工大學要取消英文，網民即刻鬧翻咗天。呢個係準備 AI 治國，還係閉關鎖國呢？呢波操作堪稱 AI 翻譯能夠搞掂一切嘅迷惑發現現場，真係睇到人都傻晒啦。事情係咁樣嘅，深圳理工大學最近發佈咗一段短片，深圳理工大學計劃逐步用跨文化交流代替大學英文。呢個標題幾搶眼㗎，但係教務長趙偉喺受訪時仲爆出咗一句金句話，而家用 AI 翻譯就能夠完成跨語言交流，點解我哋今日仲要學英文呢？聽完呢句話，
唔少人第一反應嘅就係，咁係唔係以後亦唔使學數學啦？反正 AI 亦會算，唔使學寫字啦，AI 亦會寫，乾脆連大學都唔使讀啦，AI 直接幫你畢業算啦。教務長趙偉仲宣布話，2026年報考該校嘅實驗班將逐步取消大學英文，改為跨文化交流課程，理由係要教學生學西方文化、學東方文化。對你話，作為一個堂堂正正嘅中國人，呢番話聽落呢，民族主義味道比英語課本仲濃啊，好似係培養學生了解中西文化，建立文化自信。但係問題嚟啦，AI 可以翻譯單字，能替你談判咩？AI 可以翻譯句子，能夠替你做科研咩？AI 可以翻譯論文，能夠令你直接睇懂最新嘅國際研究咩？如果語言唔重要，點解英文係全球嘅通用語言？咁多國家嘅精英都喺度學英文呢？難道只有深圳理工大學突然頓悟，發現咗人類文明最大嘅秘密咩？再講，如果係全國響應都唔學英文嘅話，咁以後就冇翻譯呢個職業啦。國際活動、領導人出訪離訪，都令到中南海嗰班人好似聾啞人士咁樣，成咗一群離唔開 AI 嘅傻仔。文中有咁樣一句話，作為一個堂堂正正嘅中國人，聽上去唔識英文、唔學英文就係堂堂正正嘅中國人，呢個係咩邏輯呢？所以結果評論區亦直接翻車，有人話為咗聳人聽聞搞自殘式嘅嘢，為咗製造話題搞嘅自我傷害式嘅做法，簡直就係亂嚟，呢個係自殘式嘅改革。有人話選擇大學嘅時候一定要注意，好似呢一種大學一旦選擇就可能一世都走唔甩，一輩子都難翻身啦。冇錯，一入去就係一世噶啦。仲有人直接講到明話，靠 AI 就唔使學英文，呢種話居然係一位大學教務長講出嚟嘅。仲有人話，如果冇英文，好會影響國際交流同學術研究，目光短淺，係唔係傻咗呢？最令人心噏嘅就係一位網友嘅留言話，普通老百姓一定要俾細路仔學好英文，明嘅自然就明，除非加入外賣大軍啦。短短嘅一句話，講出咗無數家長真正嘅焦慮。呢個好似有人話，有導航我唔使識路，有計算機我唔使學數學啦，有外賣我就唔使學煮飯啦。最不可思議嘅係，呢句話出自大學教務長之口，其實呢個已經唔係第一步。近幾年去英語化一路喺度加速，深圳理工大學並唔係孤例，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今年6月嘅研討會提出要將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系統融入大學外語課程施政。浙江嘅師範大學5月份直接將2026年級本科嘅英文學分從8分減到5分。再向前追溯，你會發現呢條路早已經鋪好咗，方向一致。2023年全國政協委員陳偉智提案建議將高考外語從必考改成選考。更早嘅2021年，教委規定小學唔使考英文，境外教材一律禁用，同時將習近平思想塞入中小學必修課。呢個係唔係將背語錄代替咗學英文呢？睇睇當年網友嘅評論，簡直就好似係預言，令到你想跑都跑唔甩，安安心心喺國內當勞動力，令你只能夠聽懂大喇叭，會讀語錄就夠啦。閉關鎖國嘅前奏，對比今日，你有冇覺得網友都係預言家呢？從小學唔考英文到大學取消英文，呢一條去英文化嘅路線圖走咗整整5年，而家終於走到咗終點站，一場貨真價實嘅自己動手嘅閉關鎖國。世界嘅大門一直喺度開住，真正將門關上嘅從來唔係人哋，而係中共自己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請訂閱、點讚、留言給予支持。我哋下次再見。